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星聞。1998年情人節，香港最浪漫嘅夜晚，當全香港嘅情侶都喺度食緊燭光晚餐、送花求婚嘅時候，有一個女人獨自一人坐喺病房門口。佢個男朋友啱啱經歷咗一場爭啲要佢命嘅車禍，第二節頸椎斷裂，差0.1毫米就全身癱瘓，甚至一命歸西。醫生話救得返條命已經係奇蹟。呢個女人就係黎芷珊，佢冇喊冇崩潰，更冇話要走。接住落嚟整整半年，佢日日都喺醫院守住個男友，幫佢翻身，幫佢做物理治療，幫佢重新學行路。出面嘅世界照樣喺度轉， TVB 嘅錄影廠照樣燈火通明，但佢好似將自己成個世界都壓晒喺呢間病房度。香港娛樂圈嘅記者話，呢段愛情比任何電視劇都感人。點知劇情急轉直下，2年後個男人好返晒，精神奕奕，四肢健全，生龍活虎，乜都好晒。但就係喺呢個時候，反而是黎芷珊親口提出分手。唔係共過患難就一定有結果。佢講咗呢句話，轉身就走。記者追問原因，佢只係笑咗笑，講咗2個字：唔啱。喺香港娛樂圈打滾幾十年，我見過好多人，得意嘅時候追到死，失意嘅時候走得快，呢種人多的是。但有幾多人係喺自己最賺到嘅時候選擇放手？又有幾多人係可以將每一個前男友都變成一世嘅朋友？黎芷珊係一個，而且係唯一一個。今日嘅香港星聞，我哋就嚟深度爬一爬呢個被港媒封為元祖級男神收割機嘅女人——賭王侄女黎芷珊。佢嘅情史之豐富、之傳奇、之跌宕起伏，任何劇本都寫唔出咁精彩。梁家輝、鄭伊健、周星馳、陳小春、張達倫，5個名5段故，串起咗佢整整39年嘅感情長征。如果你以為黎芷珊只係一個普通嘅 TVB 女星，咁你就錯到離譜。呢個女人嘅家世講出嚟會嚇你一跳。1966年3月1日，黎芷珊喺澳門出世，全名 Maria Luisa de Melo Layden， 一個標準嘅土生葡人名。佢阿爺黎登係當年澳門唯一嘅公正司，喺法律界地位舉足輕重。而佢姑媽黎婉華嫁咗俾澳門賭王何鴻燊，冇錯，就係呢個何鴻燊。換言之，黎芷珊係貨真價實嘅賭王侄女，同何超草、何超鳳等一班表姐妹同屬澳門最頂級嘅豪門圈子。就單論呢個出身，已經贏過香港娛樂圈9成9嘅女藝人。但命運偏偏係咁，豪門背景從來唔代表童年幸福。黎芷珊5歲嗰年，父母離婚，媽咪無聲無息咁走咗，再冇出現。幾十年嚟，黎芷珊對呢件事諱莫如深。佢成日喺鏡頭前講：我嬲錯咗媽咪好多年，以為係媽咪撇低我哋，嬲佢嬲咗幾十年。直到老人家臨終，佢先知道件事嘅真相。原來當年離婚係因為老豆出軌。媽咪唔係狠心拋棄仔女，而係俾人逼到走投無路。嗰幾十年嘅怨恨喺臨終前一朝化解，母女相擁而泣。但呢個真相嚟得太遲啦。父母離婚之後，黎芷珊跟住老豆嚟香港，喺銅鑼灣名校聖保祿學校讀書。小學同班同學之中有一個叫何超平嘅表妹，正係賭王何鴻燊個女。2個細路女就係喺呢個時候結下咗一世嘅交情，直到今日仲係鐵桿閨蜜。黎芷珊18歲嗰年，老豆心臟病突發猝逝，佢一夜之間變咗孤兒，世上唯一嘅依靠消失咗。姑丈何鴻燊心疼呢個侄女，親自打電話俾 TVB 將佢安排入行。賭王發到口，TVB 邊敢唔收？就係咁，一個18歲啱啱死咗老豆，對前途一片茫然嘅後生女，懵懵懂懂咁踏入咗香港娛樂圈。佢完全估唔到，等緊自己嘅係一段又一段，比任何劇情都要戲劇性嘅情感大起大跌。黎芷珊嘅第一段情係喺佢16歲嗰年開始。1982年，佢仲係聖保祿學校嘅中學生，成日同班 friend 上山私立一齊出去蒲。某個深夜，2個人跑去中環出名嘅 DD Disco 玩，就係喺呢啲場合，黎芷珊遇見咗一個25歲嘅後生演員梁家輝。
嗰陣嘅梁家輝啱啱拍完邵氏電影《火燒圓明園》，係圈中嘅新鮮小生。佢本人高大靚仔，風度翩翩，放喺啲嘅人堆入面確實好搶眼。而黎芷珊，一個有1/4葡萄牙血統嘅16歲少女，五官深邃，皮膚白皙，本身已經係個極靚嘅女仔。兩個人一見鍾情，當晚就吹到天光。跟住一段不可思議嘅初戀就咁開始。梁家輝追黎芷珊追得好勁，9歲嘅年齡差距對當時嘅佢哋嚟講，好似完全唔係問題。梁家輝日日接送黎芷珊返學放學，隔日就出嚟拍拖，恨不得時時刻刻都要黐實佢。黎芷珊帶佢返屋企見老豆，梁家輝帶佢出席垂簾聽政首映禮行紅地氈。想象下呢個畫面，一個16歲嘅中學生挽住個25歲嘅型男演員，踩住高踭鞋行紅地氈，全場閃光燈對到正，攝影記者嘅快門聲響個不停。黎芷珊仲發揮咗自己嘅家族背景，帶梁家輝出入各種上流社交場合，幫佢識圈中嘅大人物，鋪排關係網絡。一個初出茅廬嘅後生演員，有個賭王侄女做女朋友，喺嗰個年代呢個背書簡直價值連城。但初戀始終係脆弱嘅，呢段情維持咗大約1年幾之後，無聲無息咁走向終結。分手嘅原因坊間流傳幾個版本。梁家輝自己後來喺節目坦承，同黎芷珊一齊嘅感覺有時好似喺度湊女，佢實在太細個，兩個人嘅思想根本唔喺同一個 level。加上黎芷珊老豆一直強烈反對呢段戀情，一個賭王家族嘅千金點會嫁俾一個窮小子演員？仲有一件令梁家輝傷心嘅事，佢有次無端端撞見黎芷珊同其他男同學一齊出街，心入面嘅疑雲就再冇散過，最終頂唔順提出分手。黎芷珊自己對呢段初戀嘅描述就相當坦然：我16歲，佢25歲，我咁細個，好幼稚，根本唔知喺度做緊乜。分手後第2年，梁家輝憑垂簾聽政一舉攞落第3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成為史上最後生嘅影帝，年僅24歲。但隨即因為去內地拍戲，俾台灣全面封殺，片約歸零，收入斷絕。當年風光一時嘅影帝，潦倒到要喺銅鑼灣夜市擺地攤賣手鏈過日子。就係喺人生最低潮嘅時候，一個叫江嘉年嘅電台製作人向佢伸出援手。佢係當時全香港唯一敢公開力撐梁家輝，願意俾佢工作嘅人。1987年3月，梁家輝帶住全部積蓄8000港幣，買咗一隻800蚊嘅戒指，冇酒席，冇賓客，冇婚禮，兩個人各自請咗自己個妹做證婚人，就咁簡簡單單結咗婚。呢段婚姻延續到而家接近40年，零緋聞，零風波，堪稱香港娛樂圈嘅第一神話。而最耐人尋味嘅係2012年嘅一個片段。嗰一年，黎芷珊主持 TVB 節目最佳男主角，特別請咗梁家輝上節目。兩個分手30年嘅前度喺鏡頭前坦然重逢，談笑風生，完全冇尷尬。節目監製何小慧事後向傳媒爆料，梁家輝喺節目中講過一句話而家個老婆江嘉年同黎芷珊有幾分相似。呢句話一出，全港媒體沸騰。梁家輝追江嘉年嘅時候，腦海入面浮現嘅係咪黎芷珊嘅影子？冇人知真相，但呢個細節足以令人細味良久。黎芷珊聽完只係笑咗笑，對住鏡頭講：同過往一齊嘅人都會紅紅。分手第2年，佢就做咗影帝。1987年，黎芷珊經賭王姑丈安排，正式加入 TVB， 開始主持兒童節目430穿梭機。節目嘅男主持係兩個後來名震江湖嘅人物，周星馳同梁朝偉。三個人日日朝夕相對，耐咗之後，化學反應自然產生。當時嘅周星馳仲未係嗰個憑逃學威龍、唐伯虎點秋香紅遍亞洲嘅喜劇之王，只係一個窮小子新人，俾監製鬧佢成副苦瓜臉，嚇親細路仔。TVB 嘅前輩後來做訪問話，當時周星馳同黎芷珊日日出雙入對係公開嘅秘密，但兩個人後來死都唔認，黎芷珊只係講好朋友，再唔多講。但節目監製錢國偉若干年後親口喺電視爆料，慢條斯理咁講：當年我親眼見住周星馳力追芷珊，
鏡頭掃過去，黎芷珊坐喺隔籬，笑而不語。記者繼續追，當時有冇接受？佢低頭飲咗口水，轉移話題。有冇拍過已經唔重要，重要嘅係呢段緣分冇開花結果。黎芷珊自己講佢後生嗰陣好膚淺，外形行先，見靚仔先得。以周星馳當年個樣，大概係排喺靚仔名單後面嘅位置。梁朝偉都係好靚仔，但梁朝偉後來同劉嘉玲喺埋一齊，又係另一段傳奇。呢一段黎芷珊守口如瓶，我哋就唔過度斷估。但有一個細節可以確認，430穿梭機離開後，周星馳安排咗自己一個同期新人嚟接手男主持個位。嗰個新人叫鄭伊健，正係呢個安排開啟咗黎芷珊情感史上最轟烈嘅一段戀情。鄭伊健1967年8月27日出世，比黎芷珊細1歲半。加入430穿梭機嗰陣，佢仲係 TVB 嘅菜鳥新人，月薪微薄，喺旺角唐樓租住一間板間房，出入靠小巴同地鐵。但佢靚仔，嗰種靚唔係軟綿綿嘅偶像，靚係一種帶住野性、有啲反叛嘅英氣。黎芷珊後來喺訪問形容，第一次見到鄭伊健就覺得呢個男仔生得好特別，眼神有種講唔出嘅味道。兩個人喺節目搭檔，日日見，好快就墮入愛河。跟住，關於呢段情嘅傳說喺香港娛樂圈流傳咗30年，到今日仲係有人津津樂道。傳說1，鄭伊健窮到送身份證當禮物。某年黎芷珊生日，鄭伊健神神秘秘話要送佢最寶貴嘅嘢。黎芷珊滿心期待，以為起碼係條金鏈或者一束玫瑰。點知打開一看，入面係一張香港身份證，持證人鄭伊健。呢個係我最寶貴嘅嘢，送俾你。佢講，黎芷珊事後承認，當時感動到差啲喊出嚟，腦海入面第一次閃過想嫁俾呢個人嘅念頭。而家回想返，可能係佢成段感情史入面最接近行入婚姻嘅一刻。2012年，兩個人喺最佳男主角重逢，黎芷珊當住全場觀眾同鏡頭提起呢件事，笑到停唔到。鄭伊健坐喺隔籬，淡定到離譜，回咗一句：類似嘅驚喜，整一次就夠啦，重複就冇意思。全場爆笑。傳說2，兩個人嘅火爆程度係成個 TVB 嘅傳奇。黎芷珊個性本嚟就強，鄭伊健嘅脾氣亦唔係人咁品，兩個人湊埋一齊就係一對活火山組合。老拍檔譚玉英曾經形容，每次見到黎芷珊同鄭伊健喺化妝間開始大聲講嘢，佢就立刻主動起身去飲水、去洗手、去廁所，總之就係想走就走，因為知接住落嚟一定會發生激烈爭執。爆得最犀利嗰次係鄭伊健將黎芷珊送俾佢嘅一隻手錶，當住全組人面前砸爛，現場工作人員即刻粒聲唔敢出，個個低頭扮睇唔到。黎芷珊亦唔輸蝕，有次鄭伊健喺歐洲帶咗個玻璃音樂盒煙灰缸返嚟送俾佢，佢大發脾氣，將個煙灰缸摔落地，一地碎玻璃。佢事後自己都承認，我當時好乞人憎。但兩個人脾氣再壞，私底下嘅醋意係對等嘅，甚至是可愛嘅。鄭伊健唔准佢同任何男仔單獨講嘢超過3句，佢唔准佢正眼望其他女人。佢嗰班 friend 全部叫黎芷珊做黎監製，意思係佢管人管得仲嚴，過電視台監製，任何人想接近鄭伊健都要先過佢呢關。不過就算黎芷珊管得幾嚴，佢對鄭伊健嘅好係真實嘅，直情掏心掏肺。當時嘅鄭伊健對自己前途好迷茫，佢知自己唔想一世做兒童節目主持，想演戲，但在 TVB 嘅體制入面，一個新人小生要入戲劇組，談何容易？黎芷珊睇得出呢點，開始喐用自己嘅家族人物，周圍幫佢搭路，介紹導演，識監製，出席各種行內飯局。一個賭王侄女喺香港娛樂圈嘅人物，嗰度絕對唔係細數目。多年後，多位圈中人喺訪問都提過，鄭伊健能從兒童節目主持成功轉型做演員，黎芷珊係關鍵人物之一。傳說3，黎芷珊當年教識鄭伊健點樣演戲。呢個講法來自圈中知情者。黎芷珊家學淵博，本身受過良好教育，對表演有自己見解。
又話佢曾經親自指導鄭伊健，幫佢分析角色，糾正佢嘅台詞同表情。兩個人唔只係男女朋友，更多時候似係一對並肩作戰嘅戰友。嗰段情按唔同渠道嘅講法，大約維持咗3年左右，喺1990年代初悄然結束。真正嘅分手原因，黎芷珊一向講得好淡，性格唔合，時機唔啱就係咁多。但事後佢有過一段自我剖析，講得相當辛辣。佢嗰班 friend 都叫我做黎監製，所以人哋飛我係正常嘅，我係抵死俾人飛嘅。喺苦笑背後，係一個已經成長咗嘅女人對當年自己嘅清醒認識。分手後嘅鄭伊健，先後同邵美琪相愛7年，再同梁詠琪相愛7年，兩段情都無疾而終，成為香港娛樂圈最出名嘅兩個7年情傷男。2013年，鄭伊健喺東京秘密迎娶蒙嘉慧，低調到連記者都冇人知，只係一張合照放上網先被大眾發現。黎芷珊喺節目睇到消息，對住鏡頭認認真真講：恭喜蒙嘉慧，因為你仲好幸福，你可以在這個時期認識他，希望你們永遠幸福快樂。嗰種語氣，媒體形容似足一個知心大家姐。更匪夷所思嘅係，黎芷珊後來竟然同蒙嘉慧變咗好姐妹，兩個人成日一齊食飯行街，完全冇芥蒂，好似不嬲就識嘅老友。呢種格局，香港娛樂圈幾十年嚟揾唔到第二個。關於陳小春嗰段，黎芷珊自己後來坦白，有人形容坦白到令人震驚。呢段情發生喺黎芷珊同邵傳勇拍拖期間，係一段不折不扣嘅地下情。事源於一場林憶蓮嘅演唱會，嗰陣係1990年代初，陳小春當時係風火海組合組員，仲未憑古惑仔系列電影嘅山雞一角爆紅變全民偶像。佢喺台上面跳舞伴唱，同其他 dancer 相比零舍搶眼，有一種屬於佢自己粗獷而不羈嘅氣場，同其他 dancer 明顯唔同。坐喺觀眾席嘅黎芷珊一眼就留意到佢。佢後來喺訪問形容當時嘅感受，用廣東話講就係眼神講到有嘢，眼神入面有嘢。兩個人喺共同朋友嘅飯局搭上，跟住好快發展成地下情。黎芷珊用懵查查嚟形容當時嘅自己，但理唔理都好，呢段情確實發生咗。最精彩嘅係黎芷珊親口講嘅嗰個撞鬼事件。某次佢正喺陳小春嗰度等佢返嚟，突然有人撳門鐘，係謝天華上門拎嘢。黎芷珊措手不及，如果被謝天華見到，成件事就會穿煲。佢靈機一動，即刻企到近露台個位，面向窗外，一喐都唔喐，長頭髮遮住面，好似個雕塑咁。謝天華入屋，只係見到一個背對自己、紋絲不動嘅長髮女人，對住露台發呆。佢覺得氣氛唔對路，擘大口想講嘢，最後冇出聲，急急腳就走咗。黎芷珊事後形容：我估佢以為自己撞咗鬼，一定嚇死佢。講到呢度忍唔住笑。後來風火海幾個兄弟都知咗呢件事，變咗圈中流傳已久嘅笑料。但呢段秘密戀情最終都係無疾而終，原因極之生活化。黎芷珊中意蒲，中意玩，中意夜生活，中意去潮地方，中意吹水講八卦。陳小春卻係一個極度低調，唔中意出風頭嘅人，覺得最幸福嘅事就係老老實實飲杯早茶，睇下報紙。兩個人嘅生活取向完全係兩條路。據聞有一次情人節，陳小春帶黎芷珊去食燒鵝，點知大排檔人多，佢哋要同其他客搭台，兩個人坐喺度面對面，粒聲唔出。黎芷珊心入面嘅 OS 就係呢個係情人節，嗰段情就咁自然消亡。黎芷珊後來選擇主動坦白呢件事，對住鏡頭向邵傳勇講咗聲對唔住。佢講：當時係我錯，但我唔後悔將件事講出嚟，因為收埋反而更唔舒服。呢種坦誠係一種品格，唔係每個人都做得到。而邵傳勇呢段情，先至係黎芷珊成段情史中最好戲迴腸嘅部分。邵傳勇係 TVB 藝員，公公係出名導演，婆婆係名演員，顧蘭君話係家學淵源都唔誇張。佢
佢同黎子珊嘅感情始於1990年代初，一開始低調到幾乎冇媒體留意，兩個人喺圈子入面安安靜靜拍拖，唔張揚，唔上封面，好多人都唔知佢哋喺埋一齊。點知1998年情人節，命運喺呢段情開咗個殘酷嘅玩笑。邵傳勇遇到嚴重車禍，醫生嘅診斷書冷冰冰咁寫住第二節頸椎斷裂，受傷程度距離永久癱瘓或死亡只係差0.1毫米。手術室外，黎子珊坐喺走廊長凳等咗唔知幾多個鐘。後來佢話嗰段時間佢腦海入面根本冇諗過要唔要走呢個問題。對佢嚟講，呢個唔係一條需要考慮嘅題目。手術成功，但康復嘅路漫長而且痛苦。接住落嚟整整半年，黎子珊以一個普通女朋友嘅身份背起晒啲護理工作，幫佢翻身，幫佢做物理治療，陪佢重新學行路，陪佢由拎唔到筷子到可以獨立食嘢。TVB 嘅錄影廠繼續轉，香港娛樂圈繼續八卦，但黎子珊幾乎喺公眾視線消失咗半年。好多人以為呢段情經歷過咁嘅患難，一定會修成正果。點知到咗2000年，邵傳勇已經完全好返晒，身體恢復正常，精神仲好過以前。就係喺呢個時候，黎子珊主動開口提出分手，外界嘩然，為乜大難不死，你反而走？媒體幾乎用呢種語氣追問佢。黎子珊嘅回答只有嗰一句話：唔係共過患難就一定有結果。再追問佢講，性格唔合，唔適合喺一齊，就係咁樣，冇發難，冇解釋，冇更多。呢個答案令好多人理解唔到。但如果你了解黎子珊呢個人，就會明白喺佢嘅感情哲學入面，夾硬維持一段冇未來嘅關係，比和平分手更殘忍。佢照顧佢係因為佢愛佢，但愛一個人同埋同一個人過一世係兩回事。邵傳勇後來轉戰內地，發展順利，開咗公司，結婚生仔，生活安穩。佢哋係幾時真正各走各路，外界唔知。但可以知道嘅係，直到多年後再提起呢段情，黎子珊嘅語氣入面冇半點恨意，甚至有一種似是祝福嘅溫柔。黎子珊感情史嘅最後一頁係一段長達9年嘅姐弟戀，對象係 TVB 藝員張達倫，比佢細整整12歲。2004年，黎子珊38歲，張達倫26歲。兩個人開始拍拖，一開始非常低調，幾乎所有人都唔知，包括圈中好友。黎子珊自己後來解釋，係因為太珍惜呢段情，唔想引嚟太多外界眼光同壓力。但有一件事，由呢段情開始，一直係個隱患，就係黎子珊對婚姻嘅抗拒。佢由5歲就冇咗完整家庭，父母離婚嘅陰影喺佢心入面種落咗一粒種子，嗰粒種子隨住時間生長，慢慢變咗一幅牆。佢對結婚呢件事唔係唔想，係根本唔敢去諗。結婚呢個諗法從來冇喺我腦海入面出現過。佢講呢句說話嗰陣，眼眉都冇挑下，好平靜，但嗰種平靜入面有一種講唔出嘅哀傷。剛開始拍拖嗰陣，張達倫話唔需要結婚。後生嘅佢覺得感情好就夠。9年話長唔長，話短唔短，人係會變嘅。9年後嘅張達倫成熟咗，想要安定啦，想結婚，想生仔，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家。呢個願望本嚟就冇錯，甚至可以話係每一個30幾歲男人最正常嘅需求。但黎子珊俾唔到佢。除咗婚姻呢道欄，仲有另一重現實嘅焦慮喺度折磨住佢。我52歲嗰陣，全身已經皺晒皮，但佢先40歲。佢唔係講俾記者聽，係喺一次節目講俾觀眾聽，講完自己都笑咗，但嗰個笑背後嘅嘢一啲都唔輕鬆。2012年7月，黎子珊同張達倫分手，偏偏就係呢一年，係佢人生中最複雜嘅一年。同年，佢憑最佳男主角系列節目攞落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節目主持大獎，事業到達巔峰。跟住同年，哥哥黎烈因心臟病突然離世，事業登峰，感情崩塌，至親離去，3件大事同年發生，冇人知佢係點撐過嚟。佢後來接受明周獨家訪問，
談起嗰一年，語氣非常平穩，但眼神有啲嘢係遮唔到嘅。嗰一年好似乜都發生晒，好似事業上最高峰，同年分手，我阿哥又走咗，但係都過去咗。張達倫2016年同陳鳳玲結婚，2017年生仔。黎子珊知道之後喺訪問講咗一句好通透嘅話，佢想要嘅嗰啲嘢我俾唔到佢，佢揾到一個可以俾到佢嘅人，呢個係最好嘅結果。但古仔最令人意想不到嘅發展係，黎子珊後來竟然同張達倫個老婆陳鳳玲變咗真正嘅好朋友，三個人唔止相安無事，直情可以坦坦蕩蕩一齊出去玩。黎子珊帶陳鳳玲去旅行，兩個人自拍放上網，笑得仲燦爛過姊妹。有記者問佢咁樣唔會尷尬咩？佢好認真咁答：有乜好尷尬？我同佢一齊過，嗰啲係過去嘅事。佢而家有自己幸福嘅生活，我為佢高興。人同人之間冇恨，先至係最好嘅。黎子珊呢種同前度化干戈為玉帛嘅能力，喺成個香港娛樂圈都係獨一無二。唔止張達倫，佢所有嘅前男友幾乎都同佢保持住良好嘅友誼。梁家輝分手30年後，仲可以喺節目談笑風生，互相抬舉，完全冇隔膜。梁家輝能有今日嘅地位，自己坦承當年黎子珊喺事業上幫過佢，而佢始終記得呢份情誼。鄭伊健分手後各自走上唔同嘅路，但兩人之間嘅友誼從來冇斷過。黎子珊曾喺公開場合承認，鄭伊健係佢到而家仲好珍視嘅朋友。而蒙嘉慧作為現任同前任變咗閨蜜，呢段三角友情喺成個娛樂圈都傳為佳話。有人問佢：你係點樣做到呢？佢諗咗一諗，用廣東話講：最重要係冇恨。點解唔可以做朋友？兩個人能夠相愛，起碼有緣分，應該欣賞呢件事，而唔係因為結果唔理想就將之前嘅好都抹殺晒。坊間有一個講法叫做旺夫，話有啲女人特別旺自己嘅男人，同佢一齊或者中意過佢嘅人，後來都會出人頭地。黎子珊就係呢類人嘅代表。梁家輝同佢分手後攞影帝，鄭伊健同佢分手後變全亞洲最紅偶像，陳小春同佢地下情結束後憑古惑仔紅遍兩岸三地，連張達倫分手後都穩定發展，順利成家。所以港媒封佢做元祖級男神收割機嘅同時，另一個封號叫最旺前男友。黎子珊對呢兩個花名一向笑嘻嘻咁照單全收，從來唔辯解，亦唔否認。佢只係話都係好好嘅男人，只係時機唔啱，緣分唔夠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傾下黎子珊呢個人有時被忽視嘅另一面。佢唔單止係一個感情傳奇，佢同時係一個認真工作咗幾十年嘅電視人。1987年入行，佢主持兒童節目，被監製鬧嚇親細路，又被視為靠關係入嚟嘅花瓶，到後來憑實力企穩腳跟，中間行過咗漫長嘅歲月。1990年代，佢主持過多個流行節目，樣貌出眾，口才犀利，漸漸建立出屬於自己嘅主持風格。2000年代後，佢轉型做更成熟嘅綜藝節目主持，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、最佳拍檔系列，每一季都請香港最頂尖嘅明星參與。佢駕馭呢啲大牌嘅能力喺圈內有口皆碑。2021年，佢拎出勇氣主持節目《本地薑》，親自去烏克蘭同以色列進行實地拍攝，製作戰地紀實內容。一個60歲嘅女人跑去戰區拍攝戰地節目，無論如何，呢份膽量已經令人佩服。戰場上播出後，因內容引發爭議，被腰斬，但佢本人嘅專業素養，冇任何人可以質疑。與此同時，佢仲活躍喺銀幕。2025年喺 TVB 劇集《執法者們》飾演政務司司長，角色成熟幹練，被唔少觀眾認為係佢近年嚟最出色嘅演出之一。佢仲有自己嘅太陽眼鏡品牌 Louisa 呢頭，以葡文本名命名，主打高端市場，喺圈內已經有一定知名度。呢個品牌嘅存在，說明黎子珊從來冇依賴過任何人，無論係賭王、姑丈，定係任何一任男朋友。佢嘅事業都係自己一步步走出嚟嘅。2012年同張達倫分手至今，黎子珊單身已經超過14年。2026年3月1日，佢啱啱過咗60歲生日。生日聚會嘅相喺網上流傳，佢住一件優雅嘅晚裝，笑容燦爛，
契細佬黃嘉爾特登由首爾趕嚟同佢慶生，好友譚玉英、何超操等人圍喺佢身邊，成台人笑聲不斷，熱鬧非凡。60歲喺側邊人睇嚟，或者係未嫁嘅遺憾，但喺黎子珊呢度係一種主動選擇嘅結果。有記者問佢咁多年嚟有冇諗過再搵個人一齊？佢話有人追，但心動唔夠，只要有半點唔適合，我都唔願意開始一段關係，因為我年紀到啦，唔想再將就。2020年佢接受訪問，講得仲坦白，應該唔會再同藝人拍拖啦，想搵個成熟過我、照顧到我、喺生意上教到我嘅人，但呢種人難搵。所以佢就一個人過得風風火火。2024年，佢出席咗表妹何超操喺北京舉辦嘅大型活動，鏡頭入面兩個由小學時代就識嘅表姊妹依偎住坐埋一齊，歲月冇磨走佢哋之間嘅默契。何超操係賭王最疼愛嘅女，黎子珊係賭王最心疼嘅侄女，兩個人成長軌跡咁唔同，卻始終係彼此生命入面最重要嘅人之一。當年何鴻燊打咗嗰個電話，送咗侄女入 TVB， 可能冇料到呢個女人會喺娛樂圈走出一條咁獨特嘅路，唔係豪門闊太嘅路，唔係大紅大紫嘅主角路，而係一條屬於自己烈烈咁生存嘅路。39年，5段情，每一段都真實，每一段都轟烈，每一段都留低咗不可磨滅嘅印記。梁家輝初戀俾咗佢人生第一次被寵愛嘅感覺，亦令佢第一次嘗到失去嘅滋味。鄭伊健青春最火爆亦最純粹嘅愛情，兩個後生仔將彼此燒到乾乾淨淨，卻喺灰燼入面各自長大。陳小春禁忌講係一段經唔起陽光嘅地下情，短暫而無法否認真實存在過。邵傳勇患難係佢感情史上最接近修成正果嘅一段，卻喺最不可思議嘅時刻戛然而止。張達倫最長亦係佢主動終結嘅一段，因為佢知俾唔到佢想要嘅嘢，與其令彼此痛苦，不如放手成全。呢5段情構成咗黎子珊呢個人，佢唔係每一段都揀咗對嘅人，但每一段佢都全力以赴，既唔留手，亦唔拖泥帶水。愛嘅時候愛，該走嘅時候走，走咗之後唔恨，分開之後可以做朋友，呢種人叫通透。香港娛樂圈有太多女人用最貴嘅名牌包裝自己，卻藏住誠心嘅委屈同算計，亦有太多女人面對分手就崩潰，就報復，就一蹶不振。黎子珊兩種都唔係，佢係嗰種將每一段感情都當成人生嘅一章嚟認真寫，寫完之後理得個結局好唔好，都可以好好咁翻過呢一頁，跟住繼續行落去嘅女人。有人問佢有冇後悔過冇結婚冇仔女，佢沉默咗一下，跟住話：我可能從來都唔適合婚姻呢個制度，但係呢樣嘢唔係遺憾，係我自己揀嘅，我為我自己揀嘅每一件事負責。講完笑咗，嗰個笑容入面有一種經歷咗好多之後先可以有篤定嘅從容。喺香港娛樂圈打滾幾十年，靚女多的是，豪門背景多的是，能登上唔同階段封面嘅女星更加不計其數。但好似黎子珊呢種5個前男友都變咗一世朋友，被封男神收割機，卻從未被任何人公開講過一句衰嘢，喺圈子入面口碑咁好嘅女人只此一個。唔係因為佢冇缺點，佢脾氣烈，管人管得勁，後生嗰陣確實愛耍下小姐脾氣。鄭伊健嗰班 friend 叫佢黎監製，可唔係白叫嘅。但即使如此，佢喺感情入面嘅底線係清晰嘅，真心付出，唔欺騙，唔傷害，離開之後唔懷恨，唔講衰嘢，唔做小動作。呢份清醒，呢份格局，係佢身上最貴嘅嘢。60歲嘅黎子珊企喺鏡頭前，笑容依然燦爛，腰板依然挺直，講嘢依然犀利，嗰股勁同30歲嗰陣冇乜兩樣。時間喺佢身上冇留低太多哀愁，只係刻低咗更深嘅從容。賭王侄女、集郵女王、男神收割機、最旺前男友，呢啲稱號，無論係專稱定係戲稱，都冇一個可以完整咁描述呢個女人。佢就係黎子珊。
一個喺感情入面唔將就，喺事業上唔退縮，喺人生入面唔悔恨嘅女人，可以喺呢個圈子入面光鮮亮麗咁行過39年，既唔孤獨，亦唔委屈，既唔欠任何人，亦冇被任何人負過。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最好嘅結局啦。好啦，今集香港星聞我哋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